爱台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康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各位朋友，大家平安顺遂啊！咱来到千金铺的单元。咱顶一遍呢，讲迄个有淡薄限制级的哦，咱讲到呢，断皮西长年，叶春香芳花味，一身白如面，两年软树棉，桃花面点胭脂，红泥豆挂金钱，红菱鞋金葱边，一身规身躯啦！你看，安尼是偌高级的这个打扮吼。迄个时阵都无 LV， 无伊一定甲挂一个 LV 的吼。好来，好啊，佮说落去哦。你看一款的对象，你看有倒一个查甫人袂叫卖去啦。所以讲来讲，饮酒吟诗，相看看戏，搬来又搬去。饮酒吟诗，两个啊，口要好啊，酒先甲啉一个啊，人讲啉个醉，通个房间做三愧，对不对？差不多这意思啦，吼。讲饮酒吟诗，相看看戏，搬来又搬去。这种押韵的吼，吟诗看戏搬去吼。讲苏州婆呢，会啉酒，佮会吟诗作对哦。两个安尼吟诗作对，可见因为是一个咱讲的艺妓啦吼，是一位有才艺的查某囡仔。所以呢，这个查甫当然啦，就互伊安尼卖甲死阵啦吼。所以煞了呢，两个人呢，就相牵去外口看闹热，看人搬戏，看闹热嘛，就踅来踅去，一边看过一边。讲叫做饮酒吟诗，相看看戏，搬来又搬去。为呢，介限制级的，头前个拢是辅导级的，个限制级的，讲高夫大目共称酒。这皮肤啦，甲这肉拢安连做伙啦。这个创啥吼？讲高夫大目共称酒。讲落尾的两人呢，伫房间内底相好刚才咱讲到安尼尔吼，在相好咱过去吼这大目我就想啥物呢？想来讲咱过去咧讲男女朋友讲叫大心的啦，这款大心的这讲大心兄下就贴心的啦。若查甫讲这款大心兄，若查甫就讲这款大心妹，安尼这讲有意思啦所以过去呢，报歌有一首报歌讲来讲门口一丛相思丛，相思病了唔知人。讲先生来看讲无望，大心的来看好担当，就是咧讲这啦来，咱个刷落去你看呢，生理唔做拢咧补这。这不是办法呢，所以有这个斗火机这个火机我讲股东讲有生理就为火机来叫伊当然这个火机有人讲是伊合资股东的啦，有人讲来讲是伊的火机，讲伊请的啦而且呢，咱来看起来应该是伊合资的股东的，开甲这个头家呛声嘛，表示我股东什么意思呢？就讲有一笔生意要交关有生意有人要来交关啦现在。看到乌丝客甲苏州婆两个人伫房间内也未起床啦。风会大呢为着大声讲啦来讲细叫货物要全备。咱是出外采购的货物已经拢要齐备啊呢。若唔当乡里，若搁再流乱温柔乡，唔紧当遐故乡做生意，恐惊生意随伊去。干那来讲，恐惊失去生意趁钱的时机头家董事长你们人安尼一直去卖乱了这头家可能也咧迷茫的啦，讲汉民听见就呼气，话版本讲就背气。哇，乌丝家伫汉民中呢，聊听到伙计呢在讲生理代有生理人做我无做袂使，就赶紧起床起来先嘛有淡薄家己感觉我哪会安尼拢规日拢咧舞这拢无咧做正经的头路所以就目屎高目镜是我一时真大痴什么意思？家己有淡薄我咧嘛唔对呢来遮放某囝，来遮个有诶无生意无要做想去家己风骚，无专心做生意，真后悔，一时目屎四难随。认真讲，是我家己一时呢妄想好呆啦。好咱今日就先讲到这，多谢大家。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当洪建教授主讲，当牛收录，多谢收听。